情也真，我的爱也真，越爱了我的心。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越爱了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越爱了我的心。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如今。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越爱了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越爱了我的心。中華青年展翅協進會、澳門青年藝能志願工作會聯合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76週年及澳門特區成立26週年第16屆旗青大會演。我係今日嘅活動司儀 Gloria， 我係 Eva。喺活動未開始之前，首先感謝今次活動嘅支持單位，分別係澳門廣場健身舞蹈總會、澳門美極舞蹈會、澳門韻豪舞藝創意協會、歡樂夕陽紅舞蹈協會、澳門魅力凝聚曲藝歌舞研究協會、沙梨頭坊會健身班、馬克幼坊會、澳門和諧健身會、澳門草韻文化藝術協會以及澳門健身操舞協會。同時亦感謝澳門基金會對今次活動嘅贊助。呢一次嘅活動已經舉辦到第16屆啦，而活動嘅目的係為大眾提供多元文藝表演機會，跨越年齡代溝，增進老少間溝通，發揮才藝，同歌載舞攜手同樂，將相應嘅喜悅與歡樂傳遞社區，弘揚中華傳統優良美德，貢獻和諧社會。我哋活動剪彩儀式馬上開始，有請今日嚟臨嘅各位主禮嘉賓上台。現在有請禮儀小姐為各位主禮嘉賓送上彩頭同埋金剪。好，我哋而家一齊數3聲，3、2、1。
正式開始。而家有請馬志容小姐、謝岳明先生為今次比賽嘅評審嘉賓頒發紀念品，分別由國藝舞蹈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姚曼葵女士、中華文藝協進會監事長譚花女士、隨緣音樂協會陳志榮會長、澳門青年藝能志願工作會顧問劉群戀女士、澳門青年藝能志願工作會理事長鄭佩琪女士。咁多位評審嘉賓，有請澳門廣場健身舞蹈總會、澳門美極舞蹈會、澳門韻豪舞藝創意協會、歡樂夕陽紅舞蹈協會、澳門魅力凝聚曲藝歌舞研究協會、沙梨頭科會健身班、馬克幼科會、澳門和諧健身會、澳門楚韻文化藝術協會、澳門健身操舞協會上台接受紀念品。多謝各位，請到台下就座。尊敬嘅各位來賓、各位長者朋友、青年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係澳門中華青年展志協進會會長馬志容，歡迎大家嚟臨第16屆耆青大會演。我代表主辦單位澳門中華青年展志協進會同埋澳門青年藝能志願工作會，向今日嚟臨各位嘅嘉賓、親愛嘅長者朋友們、青年朋友，表示最熱烈嘅歡迎同埋最衷心嘅感謝。自2009年首屆開始，耆青大會演已經係第16年啦。喺呢16年入面，活動始終以才藝為紐帶，以交流為橋梁，成為澳門同埋長者同青年構造一個共同展示、共同學習嘅一個平台。通過老少同台合作演繹，唔單止讓長者綻放風采，亦都讓青年傳承智慧，更讓敬老愛老、熱愛生活、團結同心、愛國愛國精神喺一次次嘅掌聲同埋笑聲中深深扎根，代代相傳。耆青大會演唔單止係一場才藝嘅展示，亦都係一次情感嘅凝聚，一種文化嘅傳承，亦都讓年輕嘅一代喺互動中感悟責任、學會感恩。我哋相信咁樣嘅交流同埋共融，亦都係澳門社會和諧同埋活力嘅生動體現。呢一次嘅活動得以順利舉辦，離唔開澳門基金會同埋各個友好社團嘅鼎力支持。同時，我亦都要感謝在座所有參與嘅團隊同埋台前台後嘅工作人員嘅辛勤付出。最後，衷心祝願本屆耆青大會演圓滿成功，祝願各位長者身心健康、笑口常開，祝願各位青年嘅朋友們未來可期、前程似錦。多謝大家。多謝馬志容小姐，我哋而家事不宜遲，有請我哋第一隊舞蹈隊為我哋帶嚟佢哋嘅表演。有請友誼晨曦舞蹈隊為我哋帶嚟民族舞《天上的西藏》，有請。
舞蹈隊。洁白的月亮飘着
嚟有請歡樂夕陽紅舞蹈隊帶來嘅舞蹈表演《祝福中國》，掌聲有請。
序小組唱帶來嘅精彩表演。
叫，梦儿飞满天，女儿梦飞满天，相约一年年，花儿上去心上香，看见那梦中人。心上香，梦中人，千万里见不断。迎风迎雨像太阳，盛开那一年一年。心上香，梦中人，千万里见不断。迎风迎雨像太阳，盛开那一年年。心上香，梦中人，千万里见不断。迎风迎雨像太阳，盛开那一年年。在那美丽的稻水旁，历史悠久，源远地流长。丝绸的红丝闪耀着光芒，灿烂文化中原的故乡。在那神奇的月路身旁，有个让人梦绕魂牵的地方。是盐田地学技术，勤学苦练，思念的时光。梦想起航的地方，技术学指引我方向。梦想起航的地方，我在你的目光里展翅飞翔。在那美丽的稻水旁，历史悠久，源远地流长。丝绸的公子闪耀着光芒，灿烂文化中原的故乡。在那神奇的月路身旁，有个让人梦绕魂牵的地方。是盐田地学技术，勤学苦练，思念的时光。梦想起航的地方，甘肃梦的我插上翅膀。梦想起航的地方，我在你的目光
向极寒的地方，我在一个炉火里展翅飞翔。
我哋係第12隊老少同樂隊。今日我哋要為大家帶嚟嘅表演係歌舞《最美的歌兒唱給媽媽》。親愛的媽媽，是你含辛茹苦將我們養大。偉大的黨和祖國，你們就像我們的媽媽。沒有祖國，哪有我們溫暖的家？沒有偉大的黨，就沒有我們現在幸福的生活。我要把最美的歌兒唱給偉大的黨。我要將偉大的歌兒唱給偉大的祖國。祝願我們偉大的祖國更加繁榮富強。令我走向光辉的人生。
少同樂隊帶來嘅精彩表演。接住落嚟啦，我哋有少少嘅時間俾大家競猜一下，而且仲有大會準備嘅精彩表演都給大家欣賞。其實咧，投票嘅方法好簡單，就係將你哋手中嘅嗰個遊戲券啦，投入你心儀嘅隊伍嘅箱入邊就可以㗎啦。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張真俊為我哋帶來一首獨唱《一人之境》，掌聲有請。好高興可以為大家演唱呢首歌啦。咁一陣間會仲有我嘅 partner 啦。跟住嚟會唱嘅係林家謙嘅《一人之境》，呢個有冇唱？Thank you， 送俾大家呢首《一人之境》，多謝。好，咁跟住落嚟咧，就會帶嚟我嘅 partner 啦，帶嚟俾大家一首，你不如你介紹下啦。Hello， 咁多位哥哥姐姐 ，Hello。好，咁好開心今日可以企喺度咧，同張真長一齊唱歌啦。係啦，一人之境咁唔開心，我哋一齊唱下。好，送俾大家《歲月如歌》。想不會做戲，我是
自己，才能看見你哋。多少衝擊，也許一生片段，陪着你，如重溫往日痕跡，但沒否決願起飛。天氣不似預期，不要走，總要飛，道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我體貼入微，讓你手，明又偏要遠離，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歌唱你陪你，換多少傷悲，也許只想再講所有道理。何時放鬆我自己，才能翻走地？陪着你，我說過多少傷悲，這雙只想帶走，還是你曾經有若行李，但係又會變要起飛。天氣不似預期，不要走，總要飛，道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我體貼入微，讓你手，明日便要遠離，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道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給我體貼入微，搭你手，明日便要遠離，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Thank you，送大家呢首《歲月如歌》，希望大家中意。好啦，咁跟住咧，我又唱翻一首歌嘅。嗱，相信咧大家都會識呢一首歌嘅。係啦，咁咧就唱俾大家聽呢首《分分鐘歲月你》。如果你識得唱都可以一齊唱㗎。願我會真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諗人住，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中在心多離場，共你雙雙對，好得戚好得意，地老天荒當閒事，就算翻風雨。只需睇到你，似見陽光千萬里。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難命啲皆因你，點點地皆因你，為你甘心作傻事，但下星星叫。
睇到不多時，有你在身邊多樂趣。若接失咗你，花開都不理，越到荒島去長住。做個假的你，天天都相對，對你提供這場戲。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5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5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清新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5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你似是陽光空氣，你似是陽光空氣。好，希望大家今日都睇表演睇得開心，拜拜。睇完12組別嘅表演之後，有冇啲咩特別嘅感覺啊？有冇人覺得邊一組會係冠軍啊？有冇人想估下？邊個覺得自己會係冠軍㗎？講個 number 俾我聽下。邊個覺得係冠軍㗎？講個 number 聽下，唔夠大聲喎！大家好似都好想攞冠軍喎，睇得出大家其實都嘥咗好多心機去表演同埋去練習嘅。我頭先見到好多嘅小朋友喺台上面都好努力演出啊！有冇邊個小朋友想分享一下自己嘅表演心得啊？有冇小朋友想分享一下？有冇邊個小朋友係第一次上台表演㗎？有冇人想分享一下？我哋勇敢啲、大膽啲，可以分享一下。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下呢個咁勇敢嘅小朋友，好唔好啊？小朋友都係需要鼓勵㗎，我哋俾啲掌聲俾佢啊！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知你叫咩名啊？孫仲恒小朋友，你覺得今日嘅表演點樣啊？好開心。係啊，點解好開心啊？我第一次上舞台都係有啲驚。係啊，咁你表演完之後覺得點樣啊？你表演完之後覺得點樣啊？但係我覺得你好叻喎，我哋俾啲掌聲俾佢好唔好啊？如果以後有機會，你仲會唔會上台表演啊？哇！小朋友好驚，但係都仲係會繼續上台表演啊，好優秀啊！我哋有冇其他小朋友想繼續分享一下㗎？係啊，唔使驚啊，可以分享一下。楊曉晴。楊曉晴小朋友你好啊！係咪第一次上台表演啊？係。哇！我哋今日好多小朋友第一次上台表演啊！我哋真係要俾啲掌聲鼓勵一下，每一個第一次都唔容易啊！其實真係，你覺得點樣啊心情？今日好開心。係啊，點解好開心啊？因為可以嚟到上台表演。會唔會覺得自己好叻啊？會。以後會唔會有機會有興趣想學跳舞啊？會。哇！
唔會有啲咩係想話俾大家知啊？七，我哋係第幾組啊？第七組，第七組啊！小朋友幫自己組拉票啊！大家記住佢哋啦，小朋友。我哋俾啲掌聲俾佢好唔好啊？多謝。唔該晒咁多位小朋友上嚟分享嘅心得啊！我哋呢邊咧啱啱都收到已經統計咗嘅一啲得獎名單啦，大家期唔期待？興唔興奮？知唔知道邊個係冠啊季軍啊？要公佈喎，有冇信心啊各位？唱得好大聲喎！咁希望喺隊伍入面有你啦。接住落嚟，我哋就要頒獎啦！各位咧，請將強納裝置啦，調至靜音啦。我哋一陣咧等叫上台嘅各位表演隊員啦，我哋要俾佢哋尊重啦。得獎名單咧，而家就喺我手上邊啦，大家緊唔緊張啊？我聽唔到聲啊！係咪啊？咁我哋不如事不宜遲啦，我哋由優異獎開始公佈先啦，排名不分先後。分別係友誼晨曦舞蹈隊、鴨涌河健身舞蹈隊，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哋啊！美極舞蹈組、歡樂夕陽紅舞蹈隊、魅力勁聚小組唱、東方舞蹈組、和諧健身會、紅蓮舞蹈隊以及老少同樂隊，我哋掌聲歡迎佢哋啊！咁我哋有請澳門青年藝能志願工作會監事長飛卓迪先生為我哋頒獎啦！掌聲有請。請鄭佩琪小姐為我哋抽出5位嘅季軍幸運兒。大家記唔記得啱啱我哋有競選環節㗎？我哋而家抽5名嘅獲獎者。第一個係28號張碧英，28號張碧英。第二個係116號陳信娜女士。第三個係261號
261號。261號飛，261號飛。第四個係259號，259號。第五個係盧繼芳，213號，213號。請鄭佩琪小姐到台下就座。有請澳門青年藝人自願工作會會長謝愛明先生為我哋上台頒發亞軍。係粵飛揚舞蹈組，有請粵飛揚舞蹈隊。望住前方嘅鏡頭，露出你哋最靚嘅笑容，影低張相啦！第一個係87號黃真真，87號黃真真。第二個係280號，280號。第三個係200，200，200。第四個係190，190李妍珍。第五個係118，118李碧燕。咁我哋而家有請澳門中華青年展子協進會會長馬志容小姐，為我哋頒發冠軍獎項。而家我哋即將宣布我哋嘅冠軍隊伍啦。咁你哋表現大家都好優秀啊！我哋嘅冠軍係動感10月初5舞蹈隊，中國夢，有請。
299，299。第三個係195，195。第四個係77號，77號。第五個係278，278。好，唔該晒馬小姐，請到台下就座。嚟到最後，我哋為咗顯現今次活動嘅敬老敬愛精神，我哋會向長者贈送禮物。各位公公婆婆可以留意一下你哋手上面嘅入場券，入邊嗰度係咪有個飛尾？咁一陣完咗嘅時候呢，只要拎住個飛尾去門口嗰個出口處就可以領取一份禮物㗎啦。嚟到呢度呢，節目已經接近尾聲啦。今次嘅活動可以順利進行，我哋首先要感謝咁多位嘉賓蒞臨出席，而且都少唔得我哋咁多位工作人員嘅辛勞。最後都係唔少得多謝咁多位公公婆婆同埋咁多位年青人小朋友嘅投入參與啦！大家玩得開唔開心啊？有你哋嘅支持呢，我哋就會做得更加好嘅。希望我哋今日可以帶俾咁多位公公婆婆一個愉快嘅滿足一日。咁我哋第16屆耆青大會演呢，嚟到呢度就圓滿結束啦。我哋下年再見。